我呢對 Purple Devil Kicks 真係冇得彈。呢對鞋係我舊年買嘅，係同德國一間運動鞋店合作推出嘅聯成產品。我儲波鞋差唔多有8年時間，不過我對波鞋嘅熱愛呢，其實係由1996年我睇到香港其中一個潮流教祖葛民輝主演嘅一部電影開始嘅。一開始我只係好似一般愛好者咁樣坐下波鞋，但係後來我開始着住佢哋周圍去影相，仲擺埋上網添。原來香港嘅波鞋發燒友社群都幾正嘅，唔單止喺香港啊，我仲同世界各地波鞋發燒友分享我啲相。透過波鞋網絡認識咗一班同道中人，而家喺網上買賣波鞋實在相當容易。我哋喺 eBay 同 Facebook 交易嘅時候，主要係用 PayPal， 因為佢更加安全可靠。PayPal 信譽良好，最重要嘅係我知道無論我喺世界任何一度搜羅到罕有同極品嘅波鞋嘅時候呢，我都可以得到保障。好多謝 PayPal 幫我擴大我嘅寶庫，令我引以為傲。我係 Raymond，我有 PayPal 陪我一齊藏寶。